新竹新埔一间私人的狗仔园，8月是爆出有几两只狗活咬死。这代志爆出来了后，就袂少人去动保所申请，要求讲是爱继续追踪来处理，而且佫指控讲这个负责人哪像伫咧八大毛狗仔园，共款拢无咧顾。我心里除了悲痛，也很愤怒。提出相片指控，这个狗仔无得到好的照顾，有的狗仔咬死。今年8月时，新竹县新埔爆发狗园负责人向主人收照顾费用，所无用心照顾，害10多只狗仔死去。但是发生到今已经4个月，当初违建若无拆，抗议民众即马怀疑负责人疑似伫别位准备用同款的手法做同款的代志。新的地方还有他送养出1只，应该还有4只小狗。4只，那旧的已经没有了。旧的，它狗园上面圈起来养的，圈养的有10只左右。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动保所进行了26案的采访。可是呢，当然这个狗园它又另外再提起诉愿并没有缴交这个相关的罚款。那么同时又另起了这个炉灶，持续的这个收养。新竹县动保所指出，目前已经按照动保法，甲负责人移送法办，因为法规限制，动保所检察人员袂当凊彩进入私人土地调查，执法确实有困难，敢若会当加强监督。依照我们现行的法规，我们是不能去无故一个侵入，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无故侵入的话，会有我们公务员会有违法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我们在执法上会有一点困难这个我们这边也是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动保检察员更多的一个执法的权利。新竹所这边一定会依法行政，依法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动保所也呼吁民众，你委托别人家养也是照顾进前，一定要确认环境甲条件，确保动物拢有得到好的照顾。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